亲子馆甲亲子特色公园这几冬来一直是各区积极争取目标。不过，议员林依莹认为，医院空月之声公园欠缺热饮、手饮等设备，感真正好，向市长交换意见。小朋友一定是家长带去嘛？那家长带去的话，家长他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，我现在目前收到最大的意见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没有遮蔽的地方，或是包含说有些他可能树荫要等它长嘛，那他说没有设置能够休息或是坐着至少可以放个包包这样子。因为大树移植存活率比较低啊。是，那当然我知道有些我们需要时间，可是在现在的设计上，遮阴确实不足。那不管是人工的遮阴、天然的遮阴，还是说这个相对的休息的空间，对家长来说是真的不够。森林公园刚建的时候，树还很矮，也是被骂得很热。然后现在林木充裕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台南市民到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，真的是会有一点心生羡慕。那个环境真的是我们效仿的，很值得进步的。台北市民也很羡慕我们有一个市立总图，很漂亮。是，那我们当然也是要看人家好的地方，我们要努力的学习嘛。议员要求亲子公园包括类似沙坑、处理廊等环境的缺失，要求全面盘点改善，用维修来符合安全便民。对此，干部局长强调，已经编列2亿来换新。以沙坑的部分来说呢，我们接到民众陈说，在游玩的时候看到很多垃圾，也没有定期的维护。那就想要请问一下公务局，我们有没有针对不符合民众需求的公园，有没有全面的盘点跟改善的计划？公园的特色游乐设施，目前的话，大概我们目前在今年还有明年呢，各有编1亿，那要全面改善这些游乐设施，2亿就对，2亿，然后做什么？最主要是目前这些游乐设施大部分不符合这个现在的规范，那我们其实是换设施的经费有2亿，还是维护设施的经费有2亿？换。接续议员持续关心幸福城市这期到地咱的托育环境够幸福，其中幼儿园费用超收就是占违规前5名。对此，市长甲局长拢强调，一旦发现超收，就是依法处分，并且列为重点稽查。幼儿园的收费每一年我们都是要求是要公告的所以呢，如果有家长他发现那个有超收的情况，那直接跟我们反映之后，我们马上就会进行查查。如果有确实超收的情况，我们依照幼照法，第一次发现呢就罚6000，第2次15000，第3次是罚3万。那基本上如果像这样的情况，其实我们都把它列为重点稽查的对象。根据了解，教育局这2天来总共查获6间幼儿园有类似的违规，同时开单督导业者完成退费，绝对袂予政府家庭贴补助的名义颠倒拍折扣。台南新闻顾问局张硕维采访报道。